上路，我抓下来到台北的，开始拍戏的纪录片，生命做伙安尼，非常多的欢喜、老希望。抓下，我就会开始讲这则故事。1997年，你来到了沙鹿，那是你另一个生命的开始。你用一个二专生的身份看自己的世界，看这个世界。于是，你便写下《旅人的预告》。我将留个时空给多年以后的旅途。辉映在字里行间的那个我的影子。你一直觉得自己的价值观被一般人认同，是属于另一个世界。你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创作的人，只有透过不断的创作，不断的记录，你才能发现生命，找到人生的意义。2002年底，你读了一本名叫《以画疗伤》的书。读完后，你便写了一首名叫《以画疗伤后》的诗，送给作者盛老师。创作的时候是非常主观的一件事情，那创作的时候也不希望受到任何的干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一个对空间的看法，那个看法就是到最后变成一个常模。那一个看法的原因就是说，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影响。那当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不会想说画得非常像，因为画得非常像的时候，那个距离感会跑掉。
那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可能会把这些空泛的东西，就像把它变成一颗石头一样，你可以把这颗石头拿在手里面看它，去感觉它的重量，然后看它，去研究它。那孤独这件事情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当你很害怕孤独的时候，然后你偏偏又是孤独，你可能会逃避它。那么人出生就是处在一种寂寞的状态，孤独的，你会一直想要去寻找另外一个能够跟你孤独对应的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你永远找不到。我有一只狐狸狗，就叫狐狸。我经常一个人在家画画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那就他跟我2个人在家里这样子。我搬家之前1年，他过世。本来自己生命是一个完整的，那他的过世会让我觉得不完整、破碎的。缺了一个角，没有办法补上去的一个角。人跟动物的感情是可能会超乎一般人跟人之间的感情的那种纯度。你要出去是不是啊？他要出去的。人际关系一直其实是我很不会处的一个东西。我一直觉得人际关系是好像是在
在玻璃碎片上走路，随时会被割伤。不过你又逃避不了，你一定要在这上面走。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就是说，现代绘画它非常注重实验性，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的看法，比如讲说一个人，那这一个人在这里，我是感觉到他是有血有肉的人。那不过我说不定，我现在发现他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我是发现他是一个在社会架构里面的一个工具而已。我们看到那个画的时候，会直接进到我们潜意识里面。最后一个影响就是战争的发生，战争的发生就是2次世界大战发生的。那所有的觉得以前的那些一些规则什么，都觉得一般人就开始质疑他以前的规则，以前的这些东西才造成战争。所以他连艺术也是一样，把以前传统艺术的那些性质，他也觉得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个谁，他这些话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住在老家。你这个吗？这个拿到哪办公？那在哪里信息都不同，他可以。搬家会让我觉得就是说，突然间跟以前，因为我在旧家住了30几年，那30几年的岁月是蛮长的。那这30几年，我小孩子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那我父母也在那里过世，那就我突然间跟这30几年就断裂了。那断裂的时候，从那断裂就掉到一个黑洞里头。我把香草对折，对折，再对折，和衣物叠起，放入行李箱，轻轻地拉上拉链，即使不能穿它，也要带着，在孤寂的夜晚，可以静静地拥抱。灵魂说，创作能治疗忧郁症。肉体说，创作会激化忧郁症。他们在争辩，因写诗而忧郁，或忧郁而写诗，还是写诗等于忧郁？我到现在还没办法把上帝做一个定义出来。
可能一辈子我也找不到这个定义出来。不过我是希望真正有上帝存在。跟有利者友善共存。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你想起了丫丫。2000年的3月6日，你送丫丫上火车之后，回到宿舍，在湿冷的空气里，读了丫丫留给你的一些话。那天是丫丫的生日。1999年，二专毕业后，你们的感情就渐行渐远。事过境迁，2003年的秋天，你再度回到大肚山上，俯瞰整个沙路和那段过去的岁月。这是一个关于生命、梦想、孤寂、忧郁的故事。你看前面，你不要那样子。在照相，飞起来。我家其他茶菜真的弹得很厉害。都好了吗？都，你这样好了吗？好了吗？1、2、3，走。遐是一则简单的故事。当未来一出来的时节，咱想起的一句话：梦是唯一的现实，但唔知梦是唔是唯一的现实。不过，我知。从我出世开始，主菜也梦地度，一步也无离开。生命就是按简单，这故事还爱继续讲下去。
1月11日，疗养院的早晨，你第15次站在7楼14号房的窗口，望着旧家。阳光穿透了窗，映照在鼻上的老镜框。你想起醒来前的怪梦，那木乃伊，母亲的脸，她要你对她呐喊：“这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要出去？”但语言干涸，舌头却化成了利剑。你蜷缩在一个无法站起的空间，狠狠刺向心脏。教会的诗歌远远传来，你将原本倒置的椅子扶正，并试着坐下祷告：“上帝啊，请将我从流沙里救赎吧。”拿起画笔，你在名为童年的画上添加一些眼前的光亮，尤其那泛着玉兰画里的太阳。你不确定上帝是否听了你的祷告，但已决定走出这里，并将怀中的变形记远远抛弃，因为你清楚知道，你不再是卡夫卡笔下的那只甲虫。以化疗伤。我觉得这首诗的出现算诗吧因为我写的很白话，对，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在回到南庄嘛，然后原来我是从沙鹿回到南庄，然后开漫画店这样子。那开店做生意之后，那碰到很多的情况，然后还有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就碰到很多人事物的问题这样子。算是那时候我心里面蛮低潮的这样子回到南庄，有机会就刚好就看到那个盛老师的《以化疗伤》这本书这样子。我一开始我是从插画开始这样看的，看，突然我就被那种盛老师画里面那种像那种内心里面的那种呐喊，真的，我觉得真的是那个时候是有一点，我觉得在我内心里面也起了一点共鸣，真的，那种孤寂，然后非常内心世界的里面一个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就大概花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把邵老师的文字的部分也看完这样子。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不认识沈老师，那我也很想要说，就是说，告诉沈老师一些我对他的书的一些看法那样，所以我就又拿起了笔，然后就是花了一点时间，然后就写了这样的文字出现这样子。方向，我悬浮摆荡，游移飘扬，
忧郁将我侵蚀成黯然模样。我整容着装，枯槁的心却失了方向。即使天空投下一片光亮，我想这个方向啊，这首短短的诗啊，是我二专毕业那年，我那个写就是二专毕业那年，就是那时候毕业了，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嘛，那时候就在就是又回到我的学校，那个二专的学校弘光，去那个出版组当那个工读生这样子。哎呀，原本是想说要考中文系的啦，那我觉得就是在边打工边准备考试的这段日子，相当的茫然。本来这首诗我是把它叫茫然的这样子。那我觉得有一次就是我二专有个最好的朋友叫做大宇，那虽然我们很要好，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段时间我们两个这个流行互相写信这样子哈。那有一次我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那写着，突然那个什么，这个句子就这样子跑出来了，这样子，哎呀，对啊，我觉得我一样还是要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诗啊，到底写得好不好啊？但是我还是要一提的是那个情感的部分，那样子，这个文字说实在没有什么技巧，这个我文字不够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我的想法就是一个想法就是没有方向，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向？那你觉得好的作品是什么？啊，好的作品，好的作品啊，我不知道啊。好的作品啊，这个应该有关于那种你个人跟作品之间的一个关联嘛，对不对？你要问的是这个东西吗？还是我这样回答可以吗？对啊，那有一个同样一个东西，不可能人家说好，对不对？然后你去看了，你也会觉得好啊，对啊。台风造成的这颗石头滚下来，相当可怕的。
地方看起来相当的孤寂，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有没有啦？一片啊，然后那边还有那个枯掉的那个树那种感觉。看到这个我就有感觉，但这个我也很喜欢，断裂。荒芜，世界即将荒芜，你和他距离是零还是无限大？数学、物理恼得你没个想法，反正答案是谜。但你知道，世界将荒芜成一片他的美。就有一点荒芜的感觉，对。好，可是荒芜不想发表啊？荒芜不是不想要发表？没有，是因为就是内容的关系吗？不会啊，就是写的比较白而已，觉得不是很好。你喜欢这样宁静的气氛？关系啊，因为它这边这刚好是又在外面嘛，然后这四面环山，然后刚好在这个地方就有一种宁静的感觉，你不觉得吗？这边以前是桥在哪边？就在这附近嘛，你确定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了，整个被冲掉啦。以前这根本不是这样，这边是底下是河而已啊，但是怎么里面变那么惨呀？你以前为什么喜欢来这里？有时候我朋友来啊，我也是一样，就开车带他来这边啊。有时候车就停在那个桥上那边，就聊天，聊一聊，就再开车出去。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对未来有什么想法？打断我的话，对我的未来呀，我的未来，好像应该这样讲啊，像做我们这样工作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工作了啊？好像在这个社会啊，好像这种那种价值观底下，好像比较不被认同的一群啊。你是还好吧？怎么说？啊、为什么我就比较好？啊？没有啊，至少你圆滑、啊，对不对？处事圆融啊。你觉得你个性为什么不行？像我这种就是比较不善于跟人家交际的人啊，就比较吃亏啦，对不对？之前不是也跟你讲，人际关系一直其实是我很不会处的一个东西。我一直觉得人际关系是好像是在玻璃碎片上走路，随时会被割伤。不过你又逃避不了，一定要在这上面走。那个时候我高职4年，我高职念4年，因为我念1年级的时候被当掉，留级又再念了1年这样子。那4年都住在通路我舅舅家这样子。后来毕业之后，那时候我就很想去念2专嘛。那时候才开始说搬到苗栗市，然后就在外面租房子住这样子。我那个算是说
第一次离开家，然后又离开亲戚家，就到外面自己生活这样子啦。孤独这件事情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当你很害怕孤独的时候，然后你偏偏又是孤独，你可能会逃避它。我觉得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慢慢的很深刻去体会到那种孤单那种感觉，这样子哦。那其实刚开始是还有伴啊，是，但是那种感觉一直存在。还有，因为其他房间都还有人住这样子嘛。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重考1年嘛。重考1年，那一年一直到快要考试的那个时候，那跟我住在同一层的人几乎都搬光了，这样子，那就剩下我一个人。那一层楼呢，有3个房间，一个客厅，一个厨房那样子。然后，那晚上的时候嘞，说实在，那种感觉就是整个房子那样空空荡荡，就我一个人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就记得我常常那样走到那种走廊上面这样子，不管是下午啊，或者是晚上还是怎么样，就是在那个走廊那边这样子来回不断的这样一直走到最前面啊，又走到后面厨房那边，然后看一看外面啊，然后就这样子来回走这样子。我这样讲，你应该有那种，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画面嘛，那样。然后那时候，就是那种下午的时候，就是外面好像有人，就是一个有阿伯嘛，每天会这样，就是牵着那个脚踏车，然后还要卖馒头这样子。其实我好几次有冲动想要下去跟他买，但是我一直没有这样做。对啊，就是好像他会叫那个不知道怎么。就是叫一个像一个叫声那样，可是我不会叫那个叫声那样。我觉得那种空的房子啊，跟外面的那种阿伯的那种叫声哈，我觉得那种更能呼应在那种空间底下那种很孤寂、很孤单的那种感觉啊，对啊。那其实有的时候，有那种就是孤单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起那样的感觉，我想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创作的来源。后来有那样的感觉的时候，是在二专毕业那一年，那样子，1999那一年。那时候想考中文系，那个什么，所以很多同学毕业了之后，6月多毕业了之后，几乎都搬走了这样子。那剩我一个人留在沙鹿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宿舍也是空空荡荡的那样子。那我有时候晚上的时候一样，又是这样子来回的走那样子。我常常就是在那个宿舍，在我以前住的宿舍，我是靠近那个中港路那个地方。有时候我就会趴在那个，也不是趴着，就是走到那个阳台那边那种下午的时候，就看着那个中港路那种车子这样过来过去，开过来过去这样子，然后下班的人啊，骑着摩托车啊这样子，我就那种感觉是会带给我想要创作的那种冲动这样。我觉得相同的情况，那种感觉在
2000年那年也发生过啊，就是我昨天跟你提的那个，我在出版组的红光出版组那段时间嘛，然后那时候打工下班之后也是回到宿舍，我那时候已经还是住在沙鹿，但是已经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时候也是在阳台一样，看着底下的那条路叫什么路，我有点忘记了这样子，也是看着那种车流那种感觉，也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韩非，认识了一个在创作上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后来接触到影像之后啊，对啊，我就很希望能够把那样的感觉呈现在片子里面，对啊。我们人出生就是处在一种寂寞的状态，孤独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有那种孤单的那种经验啊，所以为什么回到南庄之后，看了盛老师的书，会有那么大的，在我心里面会有那么大的共鸣，就是这样。你会一直想要去寻找另外一个能够跟你孤独对应的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你永远找不到。我觉得创作上的那种孤单，如果说在你的整个生命历程里面，我已经认识韩非了，那我回到南庄来，然后我又认识了盛老师，对啊，我觉得在创作的这种算是路程，好不好？就是那种里面可以认识这么好的朋友，哎呀，至少在心理层面上面，彼此可以互相的支援，或者说鼓励，或者互相的在彼此的创作空间里面，有一个可以这样的交流。我觉得总比那种，在我的观念里面，总比那种很热闹的那种聚会社交的一个场合，你所认识到的朋友，我觉得要来的实在多了。虽然说当然你要发表一些东西，你可能要透过这种社交的场合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回到最根本的那个地方，就是你心里面最实在的那种感觉嘛。对啊，我觉得我在影片里面我只想透露的就是这一点，一个创作的入口跟出口的东西啊。当然我这个词汇也是我一个朋友，他叫翠芳他送我一本村上春树的小说嘛，他那个时候也让我想到说入口跟出口这种东西。姑息，你将它姑息在沙漠里，狂风吹起，它睁不开眼睛。你将眼中的微纱拭去，凝望那片荒芜之地。你迷失在将它姑息的原因，而开始怀疑置身的绿洲是个海市蜃楼。于是你将自己姑息在幻影里。姑息，姑息基本上它是一首情诗嘛，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我
我当初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是看到我自己的住的地方，就住的这个环境啊，南庄这个地方的观光的发展这样子，那让我联想到姑息这两个字这样子。我觉得是不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南庄本地人哦，或者说外地人来南庄观光的人哦，在某种程度上面姑息了这个地方，我就这样想。将它姑息在狂风里，那狂风吹起，它睁不开眼睛。你迷失在将它姑息的原因，而开始怀疑自身的永久之地。于是你想将自己姑息在幻影里。将它姑息的原因，而开始怀疑自身的